續第5部分啦，跟住主題係日富營居，中場嘅就係本地團隊啊，柏加斯樂團聯同香港敲擊樂院嘅小鼓隊 crossover， 帶嚟鼓舞揚聲步步高啊！見到佢哋個個精神抖擻啦，昂首闊步，簡直係士氣高昂啊！其實咧，柏加斯樂團咧來頭唔嘢少嘅。2016年咧曾經代表香港出戰有步操樂隊界嘅奧斯卡美譽嘅國際鼓號樂隊聯盟鼓樂對戰，勇奪國際組冠軍嘅寶座，為香港爭光啊！今晚聯同香港敲擊樂學院小鼓隊咧陣容更加鼎盛啊，氣勢更加浩大。好犀利啊！當然大家